来看高雄市小港临海产业园区哦，昨下晡有柑仔色烟一直传出来。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发现，讲是中石化公司摆的。虽然空气品质检测是有合标准哦，也毋过环保局嘛是会来对中石化开罚单。这侪人传的哦。也拢徛过的人，拢会跑出来啦。居民比着手机内底空污画面，讲昨日下晡中石化就是称这款柑仔色的烟。同一个时间，环保局 AI 监视系统随通知有无正常的排烟状况。工厂一直清出柑仔色的烟，因派人去现场了解检测，发现是中石化的环境通过制定设备异常，空污防治设备无正常运作，才会排放这款柑仔色的氮氧化物。氮氧化物在高浓度下为有刺激性的气体，那环保局立即派员进行稽查，也到下风处进行环境的监测，那相关检测数据均符合空品标准。加在这场空污事件大约1:41分就恢复正常，不过有真侪居民唔是唔知，就是看到网络人讲才知。居民讲，拢无人甲因讲发生啥物代志，敢爱做啥物款的预防措施，尤其看到这款柑仔色的烟，是毋是有毒，敢会爆炸，互因是愈想愈惊。拢无听到。都没有广播，爱惊吼。加减的污染啦，对家的身体健康多少会影响啊。对啊，感觉足恐怖，对哦，你啊爆炸起来，真正大家都迄落啊，走袂离啊。唔知有毒啊无吼？有，嘛是摕伫大脑部就是足可怜的啦。环保局强调，意外发生的事是透北风，污染物主要是吹对海面去，即时的空气品质检测也拢符合标准。不过因为中石化小工厂无做好相关的设备运作管理，会按照空污防治法处罚，相关会当罚到2000万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